继续要来关心的是这个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，今仔日第20天，两个国家第4轮的谈判进程是技术性来暂停，不过嘛，今仔日继续来谈判讲和。乌克兰的总统顾问讲，相信两国的和平协议上紧1礼拜到2礼拜内就会确定，若上慢，嘛会伫5月来达成着目标。若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伫美东时间16号。这个早起的9点，也就是台湾时间明仔暗时9点，会向美国的国会来发表着演讲。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拢毋捌停过，而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基辅，就有民众行伫大街路顶，结果一粒的飞弹弹过来，弹到附近的一台巴士，嘛甲这2个人弹死了。路口的天气真好，基辅民众行伫咧公园，雄雄敢若听到啥，头野观看，看到一粒飞弹去击着巴士。City bus just got hit by the rocket. Lives are getting lost. That's the war that Russia started. 世界军王基辅市长克里契科伫咧爆炸现场指控俄军外残忍。为巴士到徛家厝，基辅这几天被俄军包围扫荡，乌克兰继续向西方喊救命。美国 CNN 报道，俄罗斯嘛要求中国跟斗相共经济和军事。We will not stand by and allow any country to compensate Russia for its losses from the economic sanctions. 被中国安顾问苏利文14号和阿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主任伫咧罗马见面。苏利文伫咧会谈内底警告北京当局，若是有帮助俄罗斯拍乌克兰，咪受到严重制裁。Над цим працювала і наша делегація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з росій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. Доволі непогано, як мені доповіли, але подивимось трохи.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卖伫咧美东16号下昼9点，也就是台湾暗时9点，向美国国会议员来发表演说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